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出席工商协进会活动发表演讲。张忠谋表示，全球化新定义是未伤害国家安全、各国家现在甲未来科技经济领先的条件之下，引进企业去外国赚钱，嘛互外国的产业服务会当入来。张忠谋讲，全球化带动经济，选嘛互好野产差入济。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再去参加工商协进会活动，而且以重新定义全球化为主题发表演说。伊为全球化的历史，甲对世界好歹做分析，而且表示，全球化虽然互几十亿个人民脱离散车，不过嘛带来人甲人、甲国甲国之间无平等的感觉愈来愈严重，互贫富差距扩大。那个时候大的公司 ，IBM 啦、GE 啦，这 CEO 的收入，包括他的薪水红利，大概是基层的40倍。现在专业经理人啊，薪水跟这个 bonus 差不多是400倍。张忠谋认为讲，原本全球化的基础是各市经济较优势分工的合作，不过过去这几年来，世界开始大幅度降低全球化，亲像中国开始对当地企业增加补助，美国嘛进行各种反制措施，和美中的关系竞争的成分较大过合作。中国也受惠，在美国看起来你中国受惠比我多。先不谈战争，先把你杀回去。伊嘛分享台积电去年去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移机的典礼，请美国总统拜登致辞。伊头起先感谢台积电，不过后来伊讲要庆祝制造业回归美国，工会嘛会转来，互伊是听了真凄切。在过去几十年，在全球化的这个潮流里头，他们美国失去的钢铁啦、汽车啊那种啊都没有了。Union is coming back 啊，这句话我听了有点刺啊。张忠谋认为讲，全球化新的定义都是未伤害本国国家安全，也个本国科技领先的条件之下，允准本国企业伫外国赚钱，嘛允准外国的产品甲服务进入本国。不过，安尼敢也算是全球化，嘛引起大家思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